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富喜樂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Rita 係新竹竹東人，我嘅零沙提起關係了大會嗬，有一隻東西提出名是係仙草。特別對客家人來講，仙草真緊係安尼個寶呢。以下大家當初中講啊，是乜嘅東西好，是乜東西好，所以基本人呢，特別少解。喺啲仙草王國當中有一隻顏色仙草，佢用情人嘅研究精神來做幾個東西，來做幾個品牌，特別冇用當用心，實實來少解。當歡喜基本人顏色仙草嘅頭家喺節目當中，我好好來同大家分享哦。實實來歡迎汪妙燕先生，歡迎頭家。大家好，當歡喜見面就係對亞維啦，大家見面。我係關係顏色仙草嘅負責人汪妙燕。係，歡迎妙燕頭家來到節目當中哦。你家開窗時講到，你關係乜個有名？仙草提有名。我記得我細細時節嗬，因為屋企我客家人嘛，我大啲竹東嘛，聽說為是仙草，我就講阿公，仙草係新鮮食嘅草係麼？你食咧咁會變新鮮？阿公講，哎呦險冇，可能冇喲。所以我從細食仙草時就講，哇，食咧身體當健，感覺是有啱當好嘅感覺嗬。你一般呢個品牌嗬，有一隻當冇簡單嘅精神嗬，你對仙草係用一種所謂嘅高嘅貴嘅，從一種研究強弱來對待佢係冇？係，因為從做仙草嗬，因為我之前我係到科學園去做上班嗬，其實做仙草咪從我對仙草嘅態度是想做當時嘅做填詞方面嘅精神嗬。沒有讀論文，哈，中間有讀論文去做研究，哈，咪很有，甚至很有專利嚟看。哇，所謂看論文，因為論文有各式各樣嘅冇同樣嘅東西，香港前度冇同樣嘅事啊。目前仙草嘅論文咁有當到？哦，仙草嘅論文台灣差唔多有20-30篇，哈，主要係講按照仙草樣幫人結凍，哈，個很有。仙草對人體嘅影響，嚇結凍嘅方法，很有香味嘅處理。哦，所以有醫學嘅，沒有講所謂嘅你上身法食東西，你係方面製造嘅過程。所以你出嚟以後，人來研究呢個仙草啊。冇咁錯，係。哦，所以本地做填詞業，退休之後從品牌嚟做仙草。係，冇咁錯。退役不休是出嚟。係。咁做乜嘅特別愛讀呢仙草嚟做？做乜你退休冇遊山玩水呢？哦，因為仙草係當特別嘅東西啦，嚇。對人關係來講係當傳統嘅東西。我是經常講，攞一傳統嘅東西嚇變到像用南海種方法來做，你搞研究嚇，你規則對你提升。哦，是因為咁樣嘅，係錯，所以是挑人咧。咁國家講到，有係看論文啊，有係研究啊，咁當中我知道，有我退休以後可能係冇限咯。哦，咁個冇限係冇限啊，咁個要隻目標在做，嚇要隻目標嚇 NCD 去做嘛，做樣乜嘢東西出來。聽講為到咧仙草，係以拜師傅、拜師學藝係嘛？一幾條係有拜師，因為係完全外行嚟嚇，係有拜師，拜師了後讓自己規則係千後嘅生事嚇，了後讓用科學嘅方法去改善。我好奇誒，佢頭家你係拜乜嘅師？哦，係我係個人方嘅阿哥，係，哦，阿佬現在學差唔多要2-3年。同樣班人煮仙草係嗎？煮仙草，樣班人夾仙草，夾仙草是凝膠，主要是學一兩部分，出嚟因此轉來了後就搞去研究，像機械樣班人做，樣班人食嘅，還有從食安嘅問題，樣咩控制，消毒開放嘅樣咩人做。哇！你寫當專業嘅，衛生問題、安全問題，所以你講啲機械
你自家设计机器哦？嘿，差。啊，因为那个客户咱去比为做哈，是人一段其实是为做实验哈，还有做机器哈，研究方法哈，调查观察嗰啲哈，啊，一啲東西其實全部都係用到。所以一成呢半腔嘅，半腔係種專業，運用到呢個食品當中，佢真係度好誒。係。哇！所以品牌來講，應該講商品來講、食品來講，佢做得維持咗當好嘅品質出嚟。係品質有咩控制，有咩維持，也係一種專門嘅技術。係，呢係一個學問啊！嗬，所以呢，特別做出呢個線草，我幫大家分享。線草做得做乜嘅？因為想到乜嘅？線草茶、線草凍，韓國客人聽說係做線草雞湯，呢三項，所以呢啲咪主要呢三項。線草嘅人係提，冇做嘅，唔過冇做線草嘅份，唔過人係提供人客做線草嘅方法。哦，很神奇！你講啊，到我係咪當上嚟試驗嗬？往頭家佢嘅線草茶，因為冇強用嘅風味呢，因為我就當神奇，強用嘅做頭，強用嘅黃果，強用嘅線草。我強生研做嘅，嗰時每是真嘅冇強用，係，也係中間有差別。哦，中間有差，所以完全係你自家來主導來做呢啲東西。冇錯，係。哇，冇簡單，嗰基本嘅呢，頭家要為 retail 來準備，你係線草茶。係。你嘅線草茶唔係分乜嘅有糖冇糖，係有甜冇甜，係嗎？嚴格嚟講，因為線草茶全部都冇糖。係。因係分三種，第一種係按照煙梅，啱嗱係煙梅嚇，明嗱係灰柑咪係第二種啊。哦，啱係灰柑，煙梅係用白煙，是線草煮嘅題。係單純線草煮過。係，好，嗰是提單純嚟線草。係，嗰下來因是因為有啲因為吃到線草係苦啊，或有啲苦，係有啲苦，所以後生人有啲唔敢食，係話因是加按照甜曲。哦，甜菊，是有都係甜，所以我那係有甜球嘅嘛。那係甜球啊。陽光係灰柑嘅。係灰柑啊。哦。那第三種因此為做緊到鐵葉米。鐵葉。係鐵葉米。所以當嘅它是很濃稠嘅。係。從一般一前面有兩種，因煮嘅時間差唔多2點半鐘，幾隻時做嘅好，大概。鐵濃嘅嗰種，來做到6點鐘。哇！時間貴就是來所以緊煮，讓它收汁係嗎？你溫凍叫佢嘅膠質全部出來，喺度佢嘅梅當沖，個水分都佢煮少掉啊。係水分咪會下少一啲。哦，好，我來其實咧係灰柑嘅，當香我線草，我正經係客人嘅，我係什麼稱為客家梅。食下去。當香嘅線草梅，係，我都好奇哦，因為我上次食啲青草茶，也係食線草茶，有嘅嗰種嘅草嘅梅頭，做得講係草嘅梅頭麼？當沖。哦，有啲佢係按照古梅啊。其實係古梅。係有小。最為好係草嘅梅頭，或者青草嘅梅頭。係。啊，係家佢佢。燉線草嘅時間、儲存嘅時間有問題嘅話，吼，佢出來就將佢出來就古梅。哦，就是發霉的一種霉味嘛。對，係。所以所謂嘅食材佢嘅保存當重要。錯。咁係講食嘅有古梅嘅身體會用辦嗎？佢當然對身體係很唔好啦。哦。所以你什麼時候練到食啲口梅？你係詳細落去試試看，佢係咪真係純正嘅線草梅係啱？錯。還有啱分。因為線草佢當到多糖體，係，佢當到多糖體，所以佢當唔保固。哦，當唔保固啊！其實線草洗澡，你冇去管佢法，天氣變化時間佢咪會保固。佢是上固，係用乜嘢保存？你都用乜嘢保存？按保存嘅方法使用，該按到人去建一隻倉庫，按去。管家按照溫濕土，尤其係濕土，因為像台灣按照3-4年嘅時間就下濕潤，該時間是話保固，所以按嚟溫土
高湿度哈，尤其湿度嘅控制到差唔多75%安尼。哇，所以你完全係當精準誒。錯，你真正係用研究嘅精神去做呢只線草。錯。哦，所以大家是啲咁哦，很有分做安樣。我個家講到吼，有甜味所謂嘅回甘吼，加甜菊。錯。你一是係切活，香草切活，所以你也完全冇加糖。錯，我東西完全我炒類完全冇加糖，因為一般像線草已經加，而家用加糖，加到甜，其實加一道糖落。重到你重冇。錯，所以係我是去簽到嘅完全天然嚟嘅代糖，嚇代糖天然嘅代糖是係甜菊，嚇甜菊加原產地係度巴拉圭。哦，所以當時下係是健康，唔是少啲。叫我回甘。用新本有下過嗎？新本當然係下過啦，因為叫調控嘅甜度一點係困難嚟。我要加切。錯。好，家下聽家香講哦，要準備嚟教大家用半年做線草芥，你係按你呼吸入面咯，按你線草芥湯簡單上做了，想聽家咯，按你好好紹介一下。好，你按煮線草，煮線草嘅方法哈，主要是講嘅線草就開始先用中火來煮，好煮了煮線草嘅時間因此撈先撈嘅建議用自來水嚟洗牆表面啊，跟到血水嚟洗剔。洗剔了後呢，是直接落鑊。唔是糖果。唔是糖果，一點係特別注意。哦。因為線草本身佢就係殺素，就係去腥。係。啊，所以撈嘅建議係素味是壓下去，嘅甜味係會丟人。哦，懂。然後是煮到幾滾呢，煮到嘅按照建議確定熟咧。因此盡細火，半氣溫，係盡細火，用細火去溫嚇。該時間是在邊監機唔是風走，嚇，所以邊掉啦，邊跌咗，嚇，差唔多30分鐘左右，該建議就會上色。哇！你線草芥真是係當陣掉嘅客家妹哦，大家等下聊轉來，繼續同你阿翁挑家來紹介幾概念是線草哦。大家轉到呼吸裏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半日呢，我來評說關係嘅線草，兩年是線草好記得當認真當神嘛。香港呢，真緊係乜嘅步驟呢，完全一步一步嗬。應講當回顧，未當講究啊嗬。再次來分享挑家，往挑家。哦，明年挑家，我知道其實冇簡單，個論文來變安到，實際來做吼，因為實嘅機器嚇恆溫恆濕，按用引導去控制咧，本嚟線草嘅品質做得要保證哦。係，當然唔係還有儲固嘅問題。係，所以我家係要持念咧，真是完全係線草味。冇其他嘅超菇味，係其他嘅雜味啊！所以咧保存非常重要。你都除了做線草，還個聽說台灣設置是係線草凍。哦，錯。然後大家好好嚟紹介。Rita 你啊，小紅有啲線草凍端，大家食啲結凍嘅東西，是會問講你加乜嘅？錯。一般嚟講，按線草凍係用，從市面上嘅線草差唔多都係用。番薯粉，好個粉漿是小麥澱粉，啊，都結凍。按嚟方法係用蒟蒻來做。哦，蒟蒻來做。因為蒟蒻佢按到加熱量係大，啊，要加口感係好。係 Q 係啊。係，錯係 Q。咁講係 Q，我就試試看咯。唔係硬咧，係要到彈性。錯。都好吃，那一般食到嘅線草都冇窮人。哦，當然冇窮人，因為按走日前按在市面上賣到嘅線草，按全部都大家嘅線草凍，全部都吃過啊，全部吃過咧，還有吃過師傅未看過，然後還有按人嘅聽講，做出嚟隻係唔會出水啊，錯，口感係好，個嘅按到佢熱量係大，
嘿，好，所以系我自己听用猪肉来做。所以咧，地图的天分是到现炒炒强用，系用天桥，因为你系煮好所有嘅几个嘅现炒炒，让去做冻嘅系哦，嘛？唔系，有啲差别。我现炒炒系全部冇汤，甜埋部分系用按照甜口，嘿，按做现炒冻系应该是用按照无汤，直接用薄山改片嚟无汤来做。哎，你喊回头哦，薄扇改薄字其实系乌汤，所以啊地图加乌汤，系错，食落去有乌汤嘅香气。系哦，你贴片系有氛围有头先，但用猪肉，你新本有喊哪个咧？用嘅乜嘅甜分，嗰種合片啊，一下是一台桶呢。系冇咁臭啦，很有主要系猪肉佢當然炒糟，佢一多落水佢是貴只是結凍，所以炒糟嘅時間非常小心。而家用粉子用番薯粉嚟做嘅法子係簡單。哦，咁個機會要出水嘅問題。係錯，佢簡單了後要佢冰過了後佢是會出水。而家用豬肉嘅法嚇，查冇一隻問題。哇！咁按用人吼，所以唐喜樂是啲講，你話挑揀呢做東西吼，佢係成本考量，唔係體味繞，係品質考量。錯，錯嗎？很有時時來時間，因為老烏湯直接加落去，直接水溶，唔是像傳統係是轉去加個加湯落去，使用很麻煩啦，所以因此一出是。要做嘅些吃到先，甲烏湯是先加好來。順沙加係時節甲烏湯有香氣。係，炒開香氣會溜落邊外。哦，好咧，睇飲食知識就係來食嗬。所以而家做所有嘅產品呢，都係營養條嘅嗬。你係講到啦，咁聽錯，你從現炒開始偷是偷到嘅，慢拿嚟偷，攞馬上合作用乜嘅現炒嘅品種，咪當繞口哦。係錯，因此。我因為我開業7、8年來咧，你我做經過嘅草農，種草嘅草農，我只用過差唔多7、8沙咧。但其實農民種出嚟草係冇窮樣，大概農民種嘅都有啲差別。所以到窮樣嘅現草做出來咪冇窮嘅冇意思，窮樣嘅品種冇窮樣人種出來咪冇窮樣。冇窮樣。哦，咁應用辦去套。基本上關係啊片全部都係種土壤越好，土壤越好，土壤越好哈，土壤越好，嘅香氣當強哈，咁個是很難煮，佢哋要用煮嘅方法，做咩用泡哈？泡唔出來呀？泡唔出來，佢哋要用煮，所以關係啊產全部都煮，種土壤越好。哦，咁很有分類，係咪很有土壤越好？哦，錯，土壤越好係對。讓每個參種，佢哋香氣咪當中，我幾時用泡子做得，幾時泡出香氣，問題嘅高質可能帶到，所以因關係啊片是係冇種土壤越好。所以咧高質下多，佢對呢食起來咁有乜嘅影響？哦，其實很難結凍。哦，很難結凍。係錯，因現炒凍是主要用現炒比較高，個間度。豬肉唔是其他澱粉類要去結合，所以現炒本身酵沒有出來。哦，酵冇出來，其實冇法度結凍咧。其實我冇辦法結凍。原來係咁樣嘅，所以要學問咧。下難煮嘅酵下多嘛，坦白做加工嘅時間，其實下容易不易辛苦。係，下容易做上現炒凍。所以。真緊動要項目去看論文是出嚟，係論文幾天啊？佢只點頭啲喺裝潢啊，啲喺佈置嘅時間啊，未前用呢都自己係風格咯。係，因係前面2、3年全部都冇啦裝潢，主要心力全部用到做現炒方面。哦，研究開發係用。啊，做後3年了後，因人開始去做裝潢，因裝潢因為。是因且本身是為做啲木箱，你自己有為做木箱？係錯。因為按到吹翻哦。因就是好搞啦，咁做木箱其實當中有日式嘅事情，因貴家都會做，因就是所以因且你也是做這個日式嘅木作嘅風格。係，你有看到相片，但貴家
有對喎日本式嘅感覺，也講當有手感，因為有熟啊嘛，再個寫詞，佢中本人有種少嫩嘅感覺，有種古樸，係有手感嘅感覺，是希望有啱嘅感覺，係冇咁錯，因此真係口切家能力來來做來設計呢一點面，本人感覺當食材。好，該貴州店頭啱看落去，實在的看到你的主線草嘅貴州狗腸是透明化的，冇咁錯。你從日本吼，你想起食拉麵啊，是嘛？你看幾個店哦，好到食蘇式啊，幾個吧台啊，到師傅做，完全定你現場做，你食乜嘅啱用乜嘅食材，你是看到清清楚楚，當安全，當健康，要本人客放心安心。哦，你是係你都有特別食嘅，啱嚟用。係冇咁錯。哇！所以啱做下來吼，屋企全部當團結冇，咁要屋企人講爸爸，係講老公，啊麻煩唔好拿。哦，一點是唔會啦，因全家都全部要適合做，有啲會做木匠，有啲會設計，真嘅，會做按照美術來設計。哇！所以你喺度品牌所有嘅東西，從店頭從先從一開始前萬人研究嘛，再過來做正式來做包裝、設計、做店頭，完全係貴婦客人做，唔是派生人來聽show。冇，連看板都自家做。哇！有冇咁厲害？所以婦客當團結。係冇咁錯。嘅正式講來，從業啱嘅心情啊，嗬，做因為啲關係憲法是獻醜當自然啊。咁個用班因為本意上講，我正經愛做品牌，貴婦客人來做，我強用愛做獻醜。因為獻醜的關係體育名詞獻醜。係啊。因為做獻醜嘅時間，佢不但因關係本體因，有實現出來習慣，連外體因。外來客觀客，全部都會當來關係是獻醜，所以獻醜的關係係值得去發展來。好好發展。係好好發展。所以你哋講你下當然有啲關係嘅，啲獻醜節，你看你嘅相片，獻醜佢係搶醜嘛，佢是係綠世界搶世界，你個開花嘅時節是從你嘅圖上，當獎呢，紫紅紅嘅色水，當浪漫，用人講，實在做得了咧，好開道嘅咧，薰衣草，好來比擬啊，生命當槍。生命當槍是咁樣，所以當浪漫。係。所以你遲到做得好好來潛講一下呢個品牌。係，所以當時代發展。咁你係用人講，我買咧當簡單嗬，咁咪個紙絨包有冇？哦，農夫有做嘛？是。咁你都有上來做呢一隻嗎？哦，一部分人是冇錢哈，因為該做喺紙上係完全冇窮了。哦，完全冇窮了。係完全冇窮了。哦，你製作嘅工廠，你係你也看到咧3種啊，獻醜叉、獻醜凍，也係做得轉移自家做獻醜界。佢從開始做是係強招方法啱做。係錯。哦，所以一切發展到咧。係。所以冇窮嘅資產，佢以為重新電頭界討論會都設計機器。哦，佢喺度睇資本。所以做啱做從業以來，不卡全部當機器是錯。係冇咁錯。佢頭家係講，你平常時是獻醜嗬，你會建議大家，乜嘅細節事，也係講，馬殺式是最好。哦，一般獻醜是認為佢必須要多糖體哈，所以消除自由基，所以其實佢主要目標係該用中日來講法是按照退火啦。西日嚟講法是按照消燃，其實佢會吸收自由基啦，所以佢人煙頭天其實食到冇乜問題，主要是2種因此下是唔得是按照腎臟有問題啊，人個還有產婦。哦，因為係兩生產毒氧生產療後，其實下不建議使用。哦，其他都冇差別。你平時吼食嘟好，上來係保養嘅，因為你講自由基多糖體可以抗自由基，意思係抗老化，係冇？所以老人家會講啊，食獻醜是係本你身體下退火係啱嘅。所以你咧健康嘅東西，天然應該講天然食物。
用安全卫生、抗菌的方式去制作，再个食落去对你身体係有好處嘅哦。等下呢，大家聊一下杜總咧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佢嘅研習線草有哪啲新奇嘅事情呢？歡迎所有朋友轉到富喜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婷。今日啊，你來看吼，你客家祖先嘅智慧是係線草。佢啲線草呢，真係做得變身，對你身體好嘅，無論線草茶啦，或是嘅線草凍啦，也係講你來溫解痛，全部係當聲音哦。今日邀請到研習線草嘅頭家王苗彥頭家喺節目當中，好好來同大家紹介。再次來分享頭家你好。你好。頭家頭先講到，你哋是係用土壤熱好咧品種嘅線草嗬，佢下難做，下回管，咁個佢嘅高下多，所以為本人就講，可能你唔起來係咩下筍啊？因為佢做下叫嘛。係錯。哦，下幼梅，下幼梅係啊。係冇咁錯。哦，做線草凍，成功嘅機會下高。冇咁錯。所以咧是下堅持，咁個相對嚟講，佢嘅成本下高哦。係，解決條呢成本下高。成本下高，咁個要價錢。錯，對，頭家你講到你下嘅季節差唔多係做得嚟摘線草，又係講我哋看法咧，高接嘅時節咧。哦，你下差唔多，你下線草的9月開始是採收嘅，啊，你下從到採收到10月左右。我發覺嗬，你先做呢一笪會嗬，因為當年有名係乜嘅九降風，無論你曬起啊，或做起邊，係講摘線草、曬米粉，係咪全部攞啲節氣季節全入關係？係全部係對到一隻節氣，因為線草佢度天寒割下來了後，佢做咩那度幅度，佢係呢度天寒，因為係因為線草當太胖，嚇。佢割了之後，佢變到天寒，連續曬3日。哦，是像你看到咧割下來是變身嗬。係錯。咁咩一般嘅雜草，你係線草哦。錯。當呢度變，到呢變過啊，變過翻身咁樣。當呢會變。係錯。容易變一白是錯。容易變2白，嚇。連續曬3日到4日，啊，一中間是做咩多落水。都到落水嘅係多落水嘅規則是梅糟。哇，咁咪面嗎？係，此外可能會有出菇梅咁樣。係，所以關係來種，關係種線草成功嘅機會是大，因為一段時間嗬，全部從新竹一層全部是叫降風，是叫降風嗬，咁就連續曬就係咪多落水？咁咪多好啊！因為有叫降風嘅時節，風太下急走，還會有白蟲啊，蟲啊咪停留嘛，所以淨係到曬起邊攞曬米粉，窮用嘅眼裡。從新埔曬起邊。係，所以咧線草變啲天度，嚇3日曬走以後，是做得收起來咧。收起來，佢收起來農民是為用屋卡比較嚇，用該按到用變到香度比較，樹香嘅比較。樹會當係香咯，嚇，按引起塌，你塌到貴渣，能塌起來，嚇，啊，就會線草就會變到貴頓咁樣。所以佢係一渣咁塌起。係，佢當係頓差唔多一渣差唔多50兩斤到60斤咁樣。咁一台呢？係錯。按頓起來是講下好筍放係。係下好保筍，嚇，啊冇辦法叫佢當。散，係叫佢散嚇，佔地方很難管理啦嚇，佢哋打包起來嚇，按農民就講打包起來了後就下好管理喎，貴頓放心嚟咁樣。哦，所以從電影不卡嚟到佢保存，呢啲咪係按貴頓變啲嘅有恆溫恆濕嘅地方。係錯。哦，咁愛煮嘅時節用幾塊咯，佢那幾隻白開來哦，咁一般線草做得變結構，按好好保存。哦，好保存係發變5-6年度嘅條冇問題。真嘅啊！係主要係中間冇生菇啦。冇生菇。係錯。咁佢咁咪腐體？唔係腐體。主要係叫
保持环境，保持当照爽。啊，照爽的来，佢唔會不顧。幾時就得維持呢？係，錯。路線菜梅頭非常好。路線菜哦，哇，講到真是很詳細的，因為嗰種梅是實在當好。真是當有機會哈，還會到叫按到獻草，睇個糖到獻草是當上是啦。係錯。好，因為糖都是想是的，像做啲像獻安安利去安康健安。所以記得講那個獻陰此草。哦，獻陰此草，按到獻草。係錯。嘿，所以你看，你客家人吼，真正係散發智慧喎。你係草拿來，其實啦，做啲推火對身體好，又足又高。當時就得拿來變成日常生活當中來使用。冇錯。韓國最近呢段時間9公風吹到差唔多咧，獻草洗澡咧，落去保水起來咧，3下來時就得來看花咧，係嘛？看花是差唔多11月到12月安尼左右。該時間是獻草是開花，個獻草嘅花係淡紫色，像薰衣草嗰種顏色。有風，好，很溫暖的顏色。係冇錯。該家下呢，你到睇個大嘴股嘅時間哈，佢講有嘅時間也是看花嘅頭為數，因為有嘅呢唔半佢開花，用半年獻草全部割起啦。係，佢割起來是冇咧。所以你下就得看到咧獻草花係當落去曬嘅有嘅地方，半佢上花。專門保留下來啊！貼片當工落去保留下來，樣做得越好看。係，關係咪越好看。所以咧係變成一種節氣啦，哈。該你做獻草嘅時節吼，家大家已經講到，適度空間，適度好，適度烤。特別講，該你已經講，做咧獻草動嘅時節用蒟蒻，該用澱粉。韓國你已經講有一種喺度，客家因為講麴係咪鹼性，或本佢結凍嘅東西嘛？哦，唔係，其實麴是關於講係鹼。鹼係錯，用麴哈做獻草叉個獻草凍用麴係當古早傳下來嘅。병麴係錯，到呢下長進到偏僻商店賣嘅間度叉類哈。不管你係進口嘅，又係台灣做嘅，差唔多看得到只東西喺度小蘇打，叫我下碳酸氫鈉，嗰隻東西係鹼。嗰是麴。係對，麴嘅目標哈，做叉病麴嘅目標是係打破嘅細胞壁。係。因為現在細胞壁讓強韌，哈，打破讓耐度比不會高。哦。主要目標係對鴉片。係。咁按用因，譬如講，你做麴種，你咪有병麴嘛？啊，或者係講點麴，叫安講。咁你講有嘅做叉、做獻草嘅병麴，你講係古早嘅方式，咁你都係用乜嘅方式呢？哦，那是直接是用係병麴入去，哈。嗰是從做緊到攞挑白冇強用嘅東西嘛？挑白冇強用嘅方法，哦。因為挑白係用按到提早嘅方法係用草木灰，草木灰來做，你也按着用麴來做。主要병麴吼，佢要控制3項東西啦。你병係涼，個係有隻병係濕氣，個係奶濕병還有奶濕병有差，個係有隻是你병係麴係種類，一次強按做菜啦，做菜병陰強啦，做菜冇병陰未做得，不過未做병陰是병幾多，墨世界병，個係有你병係墨係陰係醋陰係精陰，全部有差。係吼，咁挑個讓我你紹介一下，你都要用麴用得了但會，你都要特別注意哪啲事情？是頭先講係是講，做嘅時間吼，麴下事件做到。哪時節？係，那些是講，杜開世界兩隻병麴，因為到後背병是冇意思誒，前面병吼每頭根本來唔出散開來。喲，係咪咁樣嘅？係錯。因為佢병會打破佢嘅細胞壁，本佢搞出來。錯。你講聽做병，你講佢嘅香味是當家是破壞是散體咧，係嘛？係，主要係加介佢根本來唔出散開來，所以佢水量嗰條味我哋控制咧。
哇，你要有空气叫弄土，你係當科學嘅一隻方式咧嗬，所以你全部要時間點嘅。錯。哦，咁講到種類呢，你都用乜嘅種類？哦，N 種類 N 係用竹機，竹機，係竹機，竹個係萃取出來嘅，係嗎？燒出來佢嘅灰，就是鹼性的嘛。係，因為提早古早係用按到草木灰，你看個古籍看得到啊，佢就係用草木，一般出布嗰度去燒過，瓦罐嗰度燒過，定水，讓佢得到記水，然後一種是按到竹機，竹機就係拿竹兒去燒過定出來水，嗰就按到竹機。咁有乜嘅差別？我睇差別是動態，因為嗰種機佢按到佢唔會提升血壓，一般嚟機竹機唔會提升血壓。一般嚟機傳統。你按一般市面上看得到嘅機佢會產生嘅問題係會升血壓，因為佢對化學比較佢選鈉鹼，佢選鈉鹼，所以佢會造成間到血壓上升。哦，竹機嗰種係冇一種問題。哎呀，所以按食材係適合下健康嚇，下控健嚇。因為煙彈係獻稠，佢係按到鉀含量當高嘅東西，佢係降血壓嘅東西，所以係家講用按到鈉鹼落去，其實會造成會造成按到血壓上升。哦，嗰是打鬆咧啊，冇發揮佢嘅功效。錯。啊，了解咧，我從今日學習到當多嘅知識咧。係，嗰頭家啲創業嘅時節，我講你7、8年來，我講到啱多嘅知識，要拄到乜嘅挑戰到困難講。哎呀，冇嗌到天氣好咧，咁要啱咧，上去天氣是唔會上天氣啦，因為一次在研究因此重點是話拄到當到問題是咁樣。開始有乜嘢做該擺飼料係差唔多啲嘅，問題還有其他問題會等下解決上，因為有乜高麗有乜器具有乜消毒你樣做符合食安有乜保鮮。有咩降溫該這問題全部會解決。大家上個啲下一擺起佢都係點頭前，看佢都用萬人做，可能係是啲咧因為大家翻嘅都係咁重要，全部看得到，當清楚。咁呢下呢，大家啲講是嚟健康，是嚟衛生，所以咪希望往頭家持續發揮你嘅研究精神，來好好發展。關係嘅線草，啲線草往過真是行出一條特別嘅路哦。好，今日非常感謝頭家來上節目同大家分享呢個認識線草，咪介紹俾所有嘅觀眾朋友哦。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，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完節目當中嘅法律4單元來學習更多嘅法律知識哦。希望大家長嚟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點讚、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，還可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